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、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，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被譽為補氣之長嘅珍貴中藥黃芪。佢喺中醫典籍中享有崇高地位，近年更因補氣強身、增強免疫力嘅特性受到廣泛關注。好多人聽過，但未必識得正確使用。今日就帶大家全面了解黃芪，從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到4個藥膳食療煮法，最後講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首先講黃芪嘅品種來源。黃芪係豆科，黃芪屬多年生草本植物。中國藥典明確收錄嘅入藥品種為蒙古黃芪或莫轎黃芪嘅乾草根，學名係 Astragalus membranous ficus Bunch。佢有好多別名，比如綿芪、北芪、黃酸、大允。植株高50到100厘米，主根肥厚，木質常分枝，呈灰白色，莖直立，上部多分枝，有細鱗，被白色油毛。花期在6月到7月，果期在7月到9月。黃芪嘅生長環境比較特殊，鍾意涼爽乾燥、陽光充足嘅氣候，耐寒、耐旱，怕澇、怕高溫。核心產區集中喺中國北方，包括內蒙古、山西、甘肅、黑龍江等地。其中內蒙古同山西出產嘅黃芪品質最為上乘，根條粗長，質地柔軟，粉性充足，藥用價值最高。入藥嘅黃芪通常喺春季或秋季採挖，除去鬚根同根頭，洗淨後曬乾或烘乾，再切成薄片或小段備用。黃芪嘅藥用歷史非常悠久，最早記載見於《神農本草經》，被列為上品，謂之嘴椎久敗瘡、排膿止痛、大風癩疾、五痔水瘤、補虛、小兒百病。名醫別錄進一步記載佢嘅產地同採收方法。到咗明代，李時珍喺《本草綱目》中更將黃芪譽為補氣之長，指出佢原素言黃芪甘溫純陽，其用有5：補諸虛不足，一也；益元氣，二也；壯脾胃，三也；去肌熱，四也；排膿止痛，活血生血，內托陰騅，為瘡加勝藥，五也。時至今日，黃芪已被國家列入藥食同源名錄，係老少皆宜嘅養生佳品。接落嚟講性味歸經。黃芪味甘，性微溫，歸脾、肺經。甘味能補益和中，微溫則可升陽舉陷，歸脾肺二經，表明佢對脾胃虛弱同肺氣不足嘅調理效果最為突出。呢種特性令佢既能補脾肺之氣，又能益胃固表，係中醫臨床上最常用嘅補氣藥材之一。黃芪嘅功效主要有4個方面。第一，補氣升陽，固表止汗。佢能補益脾肺之氣，升舉下陷之中氣，對氣虛乏力、食少便溏、中氣下陷導致嘅脫肛、子宮脫垂有顯著效果。同時能益胃固表，治療、治汗、盜汗，可與白術、防風配伍使用。第二，利水消腫，生津養血，通過補氣推動水液運化，對氣虛導致嘅水腫、小便不利有改善作用，亦能補氣以生血，治療氣血兩虛引起嘅面色萎黃、頭暈心悸。第三，行滯通鼻，托毒排膿，能補氣行血，改善氣血不足導致嘅肢體麻木、關節疼痛，對瘡瘍初起、內毒不出或潰後久不收口，有內托排膿、斂瘡生機之效。第四，增強免疫，抗疲勞。現代藥理研究證實，黃芪含黃芪多糖、黃酮類等成分，能提高機體免疫功能，增強白細胞同巨細細胞嘅吞噬能力，並具有抗氧化、護肝、利尿、降壓等多種作用。再講主治病症，黃芪主要用於脾氣虛弱導致嘅食少、便溏、倦怠乏力、中氣下陷、肺氣虛弱引起嘅咳、喘氣短、聲音低微、氣虛水腫、小便不利、氣血兩虛導致嘅面色萎黃、頭暈目眩，以及瘡瘍難潰或潰後久不收口，
臨床上，治療中氣下陷可配黨參、星麻、柴胡；治療氣虛水腫可配茯苓、澤瀉；治療氣血兩虛可配當歸、熟地黃；治療瘡瘍久潰不斂可配當歸、人參。對於體質虛弱、容易感冒、經常疲勞嘅人群，日常用黃芪泡水或煲湯有良好嘅調養作用。下面同大家分享4個簡單易做嘅藥膳食療。第一個，黃芪紅棗枸杞茶。材料有黃芪15克、紅棗5粒、枸杞10克。做法係將黃芪、紅棗、枸杞洗淨，紅棗去核，全部材料放入鍋中，加入約1000毫升清水。中火燉煮15分鐘，撈起藥材即可飲用。呢個茶補氣養血、健脾益胃，適合日常保健，特別係氣血不足、容易疲勞、面色蒼白嘅上班族同銀髮族。第二個，當歸黃芪烏雞湯，準備黃芪20克、當歸10克、烏雞半隻、龍眼肉15克、薑片少許、鹽適量。烏雞切塊洗淨後飛水，所有材料放入疏鍋，加足量清水，大火燒開後轉小火燉2個鐘，加鹽調味即可。呢個湯氣血雙補，增強免疫力，適合氣血兩虛、容易疲倦、產後調理同手腳冰冷嘅人群。第三個，黃芪黨參瘦肉湯。材料有黃芪30克、黨參15克、瘦肉250克、枸杞5克、鹽適量。瘦肉切塊飛水，黃芪同黨參稍微浸泡後洗淨，除枸杞外，全部材料放入鍋中，大火煮開後轉小火煲1個鐘，最後加入枸杞，再煲10分鐘，加鹽調味。呢個湯療虛損、健脾胃，特別適合病後體虛、陽康後疲倦乏力、小氣懶然嘅人群。第四個，黃芪山藥粥，需要黃芪15克、鮮山藥100克、大米100克、冰糖少許。先將黃芪加300毫升清水浸泡半個鐘，大火燒開後轉中火煮30鐘，倒出藥汁備用，重複煮3次，將3次藥汁混合。大米淘淨後加入藥汁同去皮切塊嘅山藥，煮成稀粥後加冰糖調味。此粥補脾養胃、益氣固腎，適合脾胃虛弱、食少便溏、病後調養者。建議早上食用效果最好。雖然黃芪係溫和嘅補氣佳品，但都有副作用同禁忌人群需要注意。副作用方面，過量服用可能出現口乾、咽痛、便秘等上火症狀，少數人會有腹脹、排氣增多嘅情況，個別過敏體質者可能出現皮疹、瘙癢。另外，黃芪對血壓有雙向調節作用，輕用有升壓效果，重用有降壓效果。日常保健用量一般每日9到30克為宜。唔適宜食用嘅人群有幾類。第一，陰虛陽亢者禁用，表現為五心煩熱、潮熱盜汗、咽乾口燥嘅人，服用黃芪會助火傷陰，加重症狀。第二，感冒發熱者禁用，尤其係外感風熱或風寒期間，黃芪嘅固表作用會令外邪滯留體內，俗稱閉門留寇，加重病情。第三，濕熱內盛者慎用，表現為口苦、口臭、石苔黃膩、大便黏滯、皮膚油膩、腋身痤瘡嘅人，服用會助長濕熱。第四，孕婦慎用，特別係孕晚期。黃芪嘅升提作用可能增加流產風險，或導致羊水減少。第五，月經期間女性不宜服用，可能導致經量增多或經期延長。第六，高血壓患者需謹慎，建議喺醫師指導下使用。好啦，今日關於黃芪嘅介紹就到呢度。佢雖係補氣之長，但並非人人適合，尤其要注意體質同用量。希望大家通過呢個視頻學會正確使用黃芪，發揮其補益價值。如果想知道黃芪如何搭配其他食材，針對特定症狀，或者想了解某類體質是否適合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收看。